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9月20公司大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富宪。新闻开始，先来看昨昏李前总统的追思礼拜，từ真理大学大礼拜堂圆满结束。蔡总统亲身颁证褒扬令，致辞表示，唔但爱感谢李前总统，也爱记得台湾的未来就伫咱的手中。前总统李登辉追思告别礼拜19早起在真理大学大礼拜堂举行，由李登辉的查某孙仔李坤仪摕着骨头虎翁仔进入会场。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5院院长、政党代表、日本前首相辛喜朗、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这人拢出席。总统蔡英文感谢李前总统，激励台湾人奋斗行出台湾家己的道路。我要代表台湾人民向李前总统说一声谢谢您。在感念李前总统一生奉献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台湾的前途正掌握在你我的手中。总统蔡英文也亲身颁证褒扬令，由李登辉的查某囝李安娜代表接受，随来由副总统赖清德率领5院院长进行慰灵甲砍国旗仪式。覆盖国旗。追思告别礼拜遵循基督教仪式，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全露台代表也宣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亲身写的悼念书。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特別經由影片表達對李前總統的追思。日本と台湾の友好親善、台湾の民主主義と発展に多大なご貢献をなされた李登輝元総統に改めて深い感謝と敬意を表するとともに。My prayer.His reincarnation, whether we recognize or not, his rebirth will carry, you see, his spirit. 国军放21响的新炮，表达对国家元首的追思。在告别礼拜结束了后，10车队随李登辉的母校淡江中学进行最后巡礼。中华民国国送车队由宪兵机车前道加30几台伫送车队结束了后，登去翠山庄。李登辉的骨头虎会在10月7日安葬在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地分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日本派代表团来参加李前总统的追思礼拜，中国说直直派军机侵来台湾恐吓。国防部表示，昨昏有19架中国军机驶来拍破纪录。空军也公布驱离这侵过海峡中线的中国军机翻头，若无后果就要家己担。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甲日本前首相孙小人19出席前总统李登辉告别追思礼拜，迎来中国大动作以武力结束。国防部即时军事动态演出，解放军19再度派遣12架歼十六、2架歼十、2架歼11、2架轰六机，加上运八反舰机，总计19架强机了台改写单日上济架数的一摆。面对强机连续2天飞过海峡中线，行为猖狂。南国空军实施广播管理，罕见闹党位。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部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接近我领空，影响我飞行安全，请指挥转脱离，一切后果自负。广播严重谴责中国的行为，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解放军18日伫海峡中线两边进行军事演习，拄好是国军汉光兵推最后一天。国防部长甲参谋总长传出同齐政治行山指挥所坐定指挥，学者分析，共军即摆交代拄好会当当作演习教材，检测国军对敌情的应变能力。汉光兵推正好就是在演练，就是共军海空的一些相关的威胁，基建的出动，正好可以让汉光演习有个更完整的一个资讯来源，也就是验证里面的想定，还有国军的应对的处置。国防部也发布影片，强调规工为民众守护家园，秀出军事画面，会当看到包括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各种火炮时段射击，甲我军上强的防空飞弹、爱国者3型飞弹系统也出现伫画面，显示国军有能力捍卫国土。中国官媒央视是公布解放军伞兵演习影片，也佮用箭头表示一个模拟目标，指出甲国军战车外形亲像，顶头也插着阿纳射旗仔，被解图是中华民国国旗，另外款旧时报总编辑黑色正稿确实放回。美国国歌来一摆，解放军的战机就挖进台湾一步，军演慷慨艺术真高。记者综合报道。最后来关心今仔日的报纸消息。
先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内政部统计，全国户口敢若一个人的独身户有1213000外户，11当来增加超过60万户，增加幅度无到5成。再来看到的是《苹果日报》，即马进入假利率时代，富邦人寿对9个起全面停止接触体贷款业务。现时新造的3万户放款，阁剩1700亿，会继续到贷款人还完为止。落尾看到的是《中国时报》劳动部统计，去年有316人因为重大职业灾害死亡，最过主年285人，其中营造业占过半，平均每2.17天就一人因为职业灾害过往。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天增加3例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病例，分别是对菲律宾、缅甸甲日本来的。即马台湾病例计总是506宗，其中第505例患者捌甲第501例捌伫缅甸共度食饭。国内阁新增3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按504是菲律宾籍20多岁男性，今年9月17日来台工作，入境时无症状，毋过家长讲伫集中检疫所出现脑后有痰的情形，经过采检确诊。按505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今年2月到缅甸做生理，9月17返来台湾，入境时有脑后肿，刷落阁出现其他症状，因为主动通知伫缅甸当地捌甲确诊者同齐食饭，经过采检才确诊。按506是本国籍50多岁女性，长期住伫日本8月底，伫当地就出现脑疼症状，9月11返来台湾奔丧，入境时采检是阴性，后来因为申请外出奔丧，自费采检才阳性确诊。缅甸目前他们全国有4621例啊，75人死亡。那昨天是他们最高的病例数424例啊，所以他们缅甸应该是最近的疫情在往上升。另外，整日位于台湾登记菲律宾，伫菲律宾机场检出阳性确诊的6名菲律宾籍的移工，122位伫台湾接触者拢已经完成检验，核酸检测甲血清抗体全部阴性，显示本土无任何疫情。有被检验阳性的这一块，我们再去回头再检视他的接触者，目前看起来都是我们目前本土并没有任何的疫情啦。指挥中心表示，虽然国内疫情稳定，也毋过全球疫情犹原严重，目前全球病例数突破3000万例，大约94万人死亡，10个新增病例31万5000人，创单日新高。所以最近咱国才陆续有境外移入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健保署规划修改福保规定，针对长期伫海外的民众，爱甲在国外期间的保费纳到回来，才会当恢复健保身份。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也按算甲因伫海外收入纳入健保费率的计算。一对旅居美国活30年的翁仔宝，今年4月返来台湾确诊武汉肺炎。2个人虽然无健保身份，不过住院隔离费用按照规定由政府出。而亲像艺人黄安旅居中国，也常常回国用健保。互真侪民众对旅居国外民众返来台湾缴真价保费，享有健保资源产生反感。对此，卫福部拍算改革健保福保的规定。他本来持续如有在健保身份，那当然健保费都一直要缴嘛。他未来是考虑说把海外的收入也要纳入我们健保费的一个考虑。但是中国要甲海外工作者收入纳入健保费的薪水结构来计算，而即阵旅居海外民众返来台湾使用健保种类，分做出国无满6个月必须缴保费，出国6个月以上无满2年会用办理停保，停保期间无需要缴保费，返来台湾了后会使马上复保，被称作任意门条款。而出国满2年会被渎职，并且自动退保，等6个月了后才法度加保。而这段期间保费毋免缴回。伊改回是肯定健保福保的修改，不过变做查海外收入是一大难题。实际海外的收入可能10万，但回台只剩说他只有2万，那时候应该要怎么把关？这其实是我们认为其实很关键的。健保署应该也要盘点，就是里外国人欠费真正的原因。不少人伫海外有真悬的收入，不过伫台湾收入低，所讲每个月保费无超过1000块，民众认为无合理。健保署无排除要求出国超过6个月回国的人，爱缴清健保费才法度复保。即阵规划10月开始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国际消息，《时代》杂志公布今年的风云人物，第一名是流亡海外进香港种植主席罗冠聪，也呼吁继续关注12个互中国拘留的香港青年。港府声明表示，这12人已经选好代表律师，不过家属反驳讲拒绝政府指派律师。流亡英国的香港种植主席罗冠聪，伫19公布的2020时代杂志风云人物读者票选摕到第一，这也是自去年香港示威者了后，搁一摆由香港人摕到第一名。最终年度风云人物，会由时代杂志编辑选出，搁伫22号报互大家知。罗冠聪伫面册表示，只要有名伫咧，伊拢会继续为香港甲公益发声，也呼吁各界关注12名被送中嘅香港青年。警署亦都係接見咗喺香港咧，頭尾係8次咁多噶啦，同啲家屬。咁如果你話計埋呢個廣東省我哋辦事處咧，即係駐粵辦咧，同埋入境處咧，處理咗大家聯繫咧，已經超過80次咁多。港府表示，12名香港人健康狀況真好，已經為當局提供的名單中選代表律師。加上是發聯合聲明反駁批評提供律師的講法。聯合國禮拜5也第一擺地推到法文回應，要中國當局確保12名香港人應得到正當法律定數權利保障。港版國安法通過了後，23歲香港民主運動抗爭領袖黃之鋒，特港被建中風險也增加真濟。Being followed is really annoying, and also let my friends and teammates put them in risk and under pressure. But compared to what experiencing by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risk that we take is not really big. 黃之鋒是全香港上名反政府異議人士，過去因為主導反政府抗爭2擺入獄。伊接受法新社專訪時表示，港版國安法通過了後，伊被不知名人士跟蹤，身體直接騷擾的日常生活。Disturbing my life and making me feel bad might be the tactics for the authorities try to silence my voice, but it's not effective. It would just trigger more and more our discontent and also let people in Hong Kong to stand on the side of protesters. 北京強推國安法將分裂顛覆國家政權、恐怖主義甲勾結外國勢力入罪化。北京形容港版國安法是現地敵對勢力頭殼頂的一支利劍，對香港局勢回歸穩定有幫助。外界批評，這互香港人充滿着驚嚇。聯合國人權專家警告，法條內底修改令嚴重危害香港人自由。記者綜合報道。泰國7月開始有大批青年學生示威，要求民主改革。到昨昏，因走佇萬國的國立法政大學過暝，現場超過2萬人，這也是2014年總理帕拉育發動政變以來上大規模的示威。法政大學本隊唔願甲場地祝福學生，一直到昨昏中晝示威青年才順利進入，因大聲發出政府落台人民萬歲，表達不滿。今日會到總理府交請願書，總理帕拉育出面話話，伊講抗議恐驚害疫情國別，就以大局為重。武漢肺炎拖甲全世界已經有3000個50萬人餓着，超過95萬人過往。即陣就連咱的邦交國瓜地馬拉的總統賈麥代也確診，伊也是南美洲第4位染病的領導人。在國家獨立紀念日內底，瓜地馬拉總統賈麥代專程參加了紀念日的慶典。今麥所傳出118檢疫結果出來了後，確診患着新冠病毒。這是頭一個台灣邦交國的領袖確診，嘛是拉丁美洲內底第4個確診的領導人。Pidiéndole a todo el gabinete que ha estado reunido conmigo esta semana a raíz de los actos de la conmemoración del 14 de septiembre, incluyendo al vice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procedan a hacerse la prueba a partir del día de hoy. 瓜地馬拉最近才決定開放國際機場，佮拍算重新開放邊境。今麥總統說，為着病毒，如果會影響到相關的防疫措施，為了防疫，歐美各國實施無同的措施。美國、加拿大的邊境有個延長封鎖到10月2日，離英國的申請檢疫系統，因為申請的人傷濟，和系統無法度使用，也是網頁出現問題，要過來禮拜才法度解決。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是感染率增加，和確診人數第18超過60萬人，為了做
即疫情，俄罗斯开始增加生产史普尼克 V 的疫苗数量。 Текущие мощности позволяют производить нам порядка 120 тысяч доз вакцины компонент 1, компонент 2 в месяц, порядка 1,5 миллиона в год. Наращивание мощностей возможно и связан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конечно, с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эт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оставкой профильного специфического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即马德国阁为着防疫，取消11月11日伫街路举行嘉年华，要求民众居家，也是用少人数的方式举行。也毋过有将近69万人患者未试过，说伫18伫严格执行社交距离的状况下，重新开放儿童博物馆。记者宋经理报道。 最近风声大节电会对高雄设厂投资，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会全力支持。不过疫情近期受疫情影响，高雄顶半冬15号至24号的失业率也到13.9%，冠过全台湾的平均值。求职者大家专心写求职资料，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今年就半年时机一路落波，工课实在无好找。 有点怕找不到工作，应该是行政方面的，例如会计，然后文书处理那一类的。在旅行社上班，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国旅也比较少啦，空闲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想说就换个工作。 根据劳动部统计，今年就半年多，高雄市失业率提升，其中高于15至24岁族群上严重，失业率达到13.9%，冠过全国平均的11.35%。所以高雄市劳工局除了加强职业训练，和失业者培养职业技能，也伫19举办的大型竞赛活动，提供民众求职管道。我想高雄市政府一定也会是最积极，能够跟中央跟厂商。 提供最好服务的地方政府，所以现在是投资台湾的时刻，那当然也是投资高雄，更是最好的时机。对前几天争议大港龙头台积电表示不排除到高雄投资的可能性，台积电表示，后疫情时代，全球会快速带动供应链重组。 半导体产业扩大布局，像晶圆厂、记忆型半导体、加测控大厂，拢会来投资台湾。高雄市府到时阵一定会予资源全力支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有超过10只的台湾高山啊，日前委托杨尚文导演拍短片《河海》，佮得到第53届休斯顿国际影展的白金奖。 星期一，猴子穿新衣。台湾高山欢喜食到拄啊为游客欣赏得到的战利品，活泼的模样和游客是爱个分。寿山自然国家公园委托杨尚文导演拍宣导短片《高海河海》，希望会当减少人高之间的冲突，并且参与第53届休斯顿国际影展，也得到雷米白金奖。我们当时是把人猴之间相关的冲突的背景，也把这个猴子的习性。 和游客比较常发生的这些行为，都跟导演沟通得很清楚，希望能够让人猴之间的相处能够更为和谐一些。休斯顿国际影展是美国有历史规模的影展之一，甲旧金山纽约电影节并列北美3大国际影展，今年有74个国家，超过4500件影音作品参展。高海河海出奖2次，受到国际肯定。觉得很可爱，他就可能就是会抢夺你的食物，你都没有食物可以吃了，刚刚就被吓到了。其实只要不要喂食他们就好。当阿搞又看到带着食物的人类上山来又会想到。 曾经吃过的好滋味。咱人的四句话总是会当吸引高山的眼光，抢食的事件一直出现。寿山国家自然公园表示，寿山有超过1000只的台湾高山啊，这是因重要栖息地，也是城市居民重要休憩空间。希望民众会当做到无接触、无饲、无假事，和高山啊回归自然，这是人甲动物的相处之道。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花莲最近出海上海岸长事件，逐年有超过20万人来参加，当地观光专业者也袂少。花莲县政府规划各加8座上海岸船班带动发展，也引起环保团体担忧。 后疫情时代，民众无法度出国旅游，花莲上海岸的人逐工满，看好市场。即马有业者开3000万打造一只当49栋流线型的游艇，到里上经俄罗斯业，一开始就吸引真侪游客体验。我们是用游艇的一个造型下去造的，
它是49吨级的，可以坐88个，它的造价应该超过，我们现在还在核算呢，应该超过3000万。原因新的比较好，有多一个选择就对了。花莲港目前有4间收经业者，6只收经船。南区就推广是有2间业者、3只收经船，加上目前这只新船拢总有10只，让花莲收海岸成为建国时代。我们乐观其成，因为有更多的船只，有更多这样子的业者进来，相信就会带给国人不再只是面对陆地，而是希望能够面向海洋。根据县府资料，花莲首经当年吸引20万人带来无限的商机，所以县府也会开放8只首经船的设处，和款团非常欢乐。应该是要先把各种规范的法规，不管是赏金的规范，还是船家制度上的训练的规范，它都必须要完成，那才能够真的这样子开放。不然的话，这个一开放下去，真的会让环境受到很大的考验。欧洲文教基金会强调，国际上已经有23个国家规定，收海岸爱离100公尺，收海底50公尺，停留时间30分钟，半公里内收经船袂当超过2只。若讲是无仔海岸，也有特别规定，因过这个规范台湾目前也未加入。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要甲落甲活动免出国，từ台南嘉义的漳州社区就有，才有通台湾上大片的落甲场，到倒会当看落甲散步、甲饲奶，实在真趣味。细只的鹿仔会互人牵咧散步，嘛会当饲水饲奶，拢袂惊车昏，实在介高水。牵着它走路，然后去跟它做一些互动，这样，所以它来的时候，它就不会陌生了。鹿仔已经是嘉义漳州社区的大名称，其实遮以早每一户拢有饲鹿仔，到当变成大型的鹿场。即马这个小社区，鹿仔比人较侪，遮的鹿仔自细汉就甲人亲近，煞变成社区小旅行的特色。台湾有原生种的一个梅花鹿跟水鹿，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区块上，像看奈良啊，看到那个马祖啦那边以后大家就想做。因为即马国民旅游兴旺，漳州即阵的活动嘛足抢市，嘛足侪鹿仔的产品，真侪其他社区来探寻，嘛想要饲鹿仔。社区结合观光，甲本地是传统产业的鹿仔开拓更加侪路。记者综合报道。6月19日是器官捐赠纪念日，受疫情影响，延到昨昏举办。根据统计，顶半当捐器官的人数减少，但器官的遗失者也头一回超过1万人。器官捐赠中心也呼吁众人支持，发挥大爱小厅。37岁黄德元原本是棒球投手，无想到8年前一场小感冒引起心肌炎，予医师宣告必须换心才法度活落去。等待过程中，伊阁因为安装卫生的机器，引起肺塌掉咧，正脚被迫锯掉。加在动了4年了后，将有等到别人捐赠的心脏移植。得到新的性命了后，伊重回球场，加入正成棒球队，生活又开始有了目标。继续延展他们的生命，虽然说他们离开了，那我们受赠者会为了你们，然后好好活着这样子。不过，不是每一个人拢亲像黄德元这么好运。根据财团法人器官捐赠遗失登录中心统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顶半年器官捐赠人数只有169人，比去年同期较少。而且总计到9月19为止，今年捐赠的只有259人，也比去年的375人减少。捐赠人大部分来讲都是车祸比较多嘛，所以说这一段时间的话，可能你也知道很多场所的话，那个大家聚会的那个机会就比较少一点了，很多因素加起来，是我们看得到就是比较少。器官中心表示，今年等待器官捐赠遗失的人头一摆超过1万人，其中如果以等待邮寄遗失7000多人上多，搁再来是肝脏有1000多人。眼角膜有800多人，所以讲呼吁社会继续支持器官捐赠，让有限的性命化为无限的大爱，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继续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天气受风面影响，北部地区恐惊落大雨。温度方面，屏东、台东、中岛可能会热到36度，民众就要注意。到阵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26度到31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
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外岛地区25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富宪，咱再会。工厂的女工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大功臣，但是有偌济人知影因背后的辛苦。好戏值得你斟酌来欣赏，互咱就女工有关的角度来看因安怎改变运命，创造奇迹。你是对后面做啥物代志？你明仔免来啊啦！9月初6至9月27，逐礼拜日暗时8點，奇迹的女兒就伫公司台语台。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好，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注意啦。咱今仔日要紹介的主題就是做穡。做穡漢字寫做做穡，羅馬字寫做知而做，思而穡，做甲穡攏是第4條。台灣早前是農業社會，大部分的人攏靠種田維持生活。唔知大家平常時啊，定有真濟甲種作有關係嘅代誌。即馬時代改變啊，這個台灣傳統技藝已經離住佇都市嘅人有略啊較遠啊。哦，這個種嘅哦。哦，謝。在台灣的傳統社會，牛是民眾上重要的工課伴。農業社會，牛甲人相依相偎，所以台灣的老輩真濟人無食牛。即馬牛肉麵、牛排這個料理，在台灣的時行，攏是較後來才有的代誌。有一寡台語詞是農業時代留落來的，即馬雖然有原有咧講，不過意思已經小可無同。親像小放伴，本地是咧講吼，要捕田也是到掛伫我的時，住附近的人互相輪流去對方的田林鬥下手，即馬變做互相幫忙的意思。還有穡頭，因為是咧講農事的工課，即馬用來稱呼所有的工課。像我即馬穡頭做袂了，又搁愛加班啦。甲做穡有關係俗語真濟，親像無貴袂出水，是咧講捕田的時陣愛記咧。來比如講吼，做任何工課，攏着先付出，才會有成果。也有一粒米100粒汗，形容做穡的成果。丟做穡，工課伴，小放伴，穡頭，無貴袂出水，一粒米100粒汗。做穡人實在真辛苦，咱着愛珍惜送來到咱面頭前的食米呢。今仔日大講一句就講到這，感謝大家收看，咱後擺再會。